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次我哋繼續探索事件。今次探索事件嘅題目就係事件中威風失徹嘅殺人。今日大概描繪一下呢條事嘅意思。呢條事咧係描繪邪國壯強出家嘅鬥愛國嘅心態場面，同時咧後世之間刻畫為壯強嘅美嘅高貴嘅身份，同埋咧佢出家嘅時嘅情態，也喺古代文學中最出色咁樣描寫每年嘅生活。可以從後世運用多個比喻嚟讚美異性嘅生活。呢條事咧分為4章，每一章7句。首先我哋介紹第一章。第一章咧係簡單咁描寫眾位嘅身份同埋佢嘅信息，我哋都唔詳細講啦。第二章咧係用一系列神聖嘅比喻來描寫壯強嘅美貌。第三章咧都描繪壯強出家嘅過程嘅時候嘅心態嘅場面。第四章咧都描寫在出家過程當中嘅河水水中嘅兩邊嘅河岸嘅妙性嘅蘆葦呢啲咁樣嘅場景，嚟烘托壯強嘅出家嘅時嘅氣氛。今日我哋咧就係正係介紹第二章，因為咧第二章咧就頭先講到啦，也係自古以來最先最早描寫或者為之美意嘅咁樣嘅篇章。首先見到看下都我哋我哋排嘅總共有第二章總共有7句話，先讀俾大家睇下。佢首先都描寫笑，然後咧都驚，然後啲皮膚，然後牙齒，最後咧就描寫個頭，同埋個眼眉，然後咧就講佢樣笑嘅樣病，個眼咧要看人嘅樣病，即係咁樣嘅。笑而搖而苦而疑之，兩而糾持，刺而負事，一啲負事冇錯，講錯啊。最後咧，前笑峨眉，後面嘅兩句咧係講佢笑嘅時候，聽人嘅時候嘅情景嘅，巧笑倩意，眉目盼意。至於講咧笑嘅時候嘅樣，同埋咧看人嘅樣跟轉個笑同埋看嘢起嚟啦。至於講咧啲笑嘅時咧跟兩個嘴角往上翹，跟眼咧攞一講㗎，跟啲咁樣。
先嚟介紹下有啲書意思上次講到事件也係用客家話嚟描寫嘅可能有啲小事當中嘅處理小姐要讀都知道係用客家話嚟讀落順嘅少兒謠語婦孺而止兩兒朝辭次兒父事前少峨眉巧笑倩兒眉目盼兒客家話嚟讀落順嘅先嚟翻譯下下面嘅小事嘅書少就書叫隻少代表少族嘅意思天意咧呢隻謠書咧有啲特別都謠尺都謠一個嚟古代係咁讀法啦意思咧講到婦孺而止嘛婦就係婦無尺婦頭先講到忘記個兒書咧係兒子尺兒係一種後卵嘅巢剛剛生出嚟嘅意思嘅兒子尺兒至於講咧個少咧攞佢啱啱生出嚟個卵巢嚟用天上兒五年尺兒二年尺兒子咧子而尺子兩書咧當時嘅描寫係用兩嚟，其實兩咧才能講咧即係個鏡兩都兩錢尺鏈兩錢尺鏈頭先講到個朝朝辭兩兒朝辭朝咧朝辭咧係一種後即係講啱啱出世嗰啲蟲嘅名咁個折腰尺朝辭咩朝辭有啲朝辭朝辭的一詞數咧也係叫個蟲嘅名啦婦女尺飛詞頭先嘅隻書照女尺搞錯詞咧長女尺詞再來咧就係譜五尺譜即係譜家嘅譜假名嚟嘅隻史咧就係講係史謠嘅個意思成幾尺史再來咧就係前咗槍連尺前也係一種類似三大咁嘅蟲鵝書咧五個尺鵝也係一種蛔蟲叫前鵝呢種係一種蛔蟲眉咧眉比尺眉青咧蒼釘尺青嘅書就咁樣解釋到其實介紹史咧我哋看得到前面嘅五句話少兒謠語婦孺而止兩兒朝辭次兒父事前少峨眉
呢啲咧都會描寫語言咧靚外在美嘅標準笑正嘅笑咧誒能夠出嚟嗰度生出嚟嗰度攣嘅臭眼叫做笑而搖兒咁樣講咧如果一隻語言嘅笑咧括條括類除嘅咧香港搖兒呢個攝字後尖後攣嘅意思皮膚咧都有兒子㗎即係講咧一隻兒子係講個樣子即係講以前講變遷玉隻嗰種呢啲皮膚厚淺嘅後展現鐵條然後咧嗰個頸咧有個趙詞咁係一種後腰嘅蟲腰細腰長呢個頸冇咁粗而且咧拍叔叔齒咧即係個牙齒牙齒咧而朴實即係香港嗰度屎尿嗰牙齒喺後四隻即係講喺四隻要去拍要去斜即係咁意思所以牙齒要靚嗰條頸咧要去拍青之後咧個前笑前笑即係講個人嘅頭嘅意思額頭嘅意思額頭可以叫房叫尖俗話都講頭尖額窄毛利龜甲如果個頭咧唔叫房唔叫圓嘅咧即係講個額頭尖就毛啲龜甲啦即係咁意思啦呢個即係講個前笑即係講額頭側根絲絲放嘅後即係講一種額頭咧都好靚嘅係要咧峨眉咧就代表個眉個眼眉眼眉咧攞即係講咧攞個鳥翼呢條彎彎嘅攞個鵝嗰啲蠶鵝咧嗰兩個角咧超彎彎住嘅即係攞嗰啲蠶鵝嘅兩條角係咁彎彎咁即係講再夾埋個眼咧配合先得就好靚噶啦有陣時咧就後來好多嘅文學作品咧都攞嚟做美語嘅標準有次節目到此為止，多謝大家。